每日重複住同樣嘅行程，處理住同樣嘅煩惱。你有冇發現自己對周遭事物嘅知覺越嚟越少？你唔再容易感動，亦都唔再有熱情，只係好似一個機器人咁，拖住一嚿逐漸硬化嘅石頭，喺度日復一日咁運作緊。歡迎收看，現在就是拯救今日福音速遞。喺嚟緊呢5分鐘入面，我哋會帶你執行一項心靈重啟工程，透過具體嘅步驟，將你深層嘅疲憊轉化為鮮活嘅感受力。進行呢項重啟之前，你需要2個條件：揾一個唔會俾人打擾嘅安靜空間，並且願意跟住接落嚟嘅每一個指示，直到最後1秒。第一步就係正視同承認，我哋已經失去咗對生活嘅知覺。當你睇清自己內心嗰種麻木嘅狀態，拯救嘅恩典先至有介入嘅空間。嗰粒冰冷嘅石心，其實係你為咗喺世界生存，保護自己唔受傷害而築起嘅高牆。佢雖然擋住咗痛苦，但亦慢慢將你困喺冷漠入面，令你對所有都失去感應。畫面上面呢段文字來自以西結書36章26節。上帝喺呢度承諾咗一場親自操刀嘅心臟手術。佢話要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，並賜給你們肉心。換上呢粒有溫度嘅肉心之後，你確實會再次感受到痛楚，但呢粒係一粒會跳動嘅心，係你重新擁有能力去愛，去感受快樂，並對人哋嘅需要產生共鳴嘅唯一途徑。根據呢個架構，上帝喺置換心靈嘅同時，亦都配置咗一個全新嘅靈。呢個靈好似一個內置嘅導航系統，負責捕捉生活入面嘅美同共鳴，並將呢啲信號傳輸到嗰粒跳動嘅肉心入面。有咗呢個靈嘅導航，你嘅視覺會完全唔同。喺最平凡、最單調嘅返工放工或者工作日入面，你會開始察覺到嗰啲微小但真實嘅神蹟。最終嘅人性係建立喺一個柔軟且敏銳嘅靈魂核心。當你擁有一粒能隨時回應生命嘅肉心，嗰啲曾經令你麻木嘅重擔就唔再可以將你石化。你嘅新心臟需要透過一套日常嘅校準程序，先可以維持最佳嘅狀態。我哋接落嚟要進行嘅就係每日嘅實踐練習。呢度有4個環節，第一步同第二步，請喺你今日放工或者返屋企嘅路上進行。刻意放低電話，然後喺現實環境入面揾一件你平時會忽略嘅微小而美好嘅事物，例如一朵花或者陽光嘅影子。步驟3，望住嗰件美好嘅事物，喺心入面對上帝講話：主啊，多謝你叫我仲可以感受到呢份美好，多謝你俾我嘅身心。步驟4，今晚臨瞓前嘅盤點。請攞出一支筆同一張紙，寫低今日3個令你感到心跳加速，或者心入面暖暖嘅小瞬間。如果你喺做呢啲練習嗰陣，覺得有啲好笑或者唔自在，請唔好放棄。呢樣嘢正正係你嗰粒舊有嘅死心，喺度抗拒治療嘅正常感應。呢套流程係維護超自然導航系統嘅必要程序。透過每日嘅校準，你確保呢粒新嘅心臟可以持續接收來自上帝嘅視覺，而唔至於喺日常瑣事入面再次乾涸。日常嘅練習可以維持心靈嘅敏感度，但一開始嘅系統安裝需要你透過開口宣告，邀請創造主親手進行呢場替換。而家，請望住畫面上面呢段決志禱告文，準備好你嘅心，我哋一齊將佢讀出嚟。完成最後嘅重啟。主耶穌，我承認我嘅心已經荒涼疲憊，我受夠咗冷漠同麻木，我需要你嘅拯救，請求你進入我嘅生命。神嘅靈啊，請你而家就為我做手術，除掉我入面嗰粒冰冷防禦嘅石心，賜俾我一粒鮮活跳動嘅肉心。阿門。讀得唔順暢都冇關係，創造主看重嘅係你呢一刻想要改變嘅真實渴望，而唔係完美嘅咬字。
當你開口發出呢個邀請，呢場真實嘅屬靈交易就已經生效。你正式由死氣沉沉嘅狀態跨入咗一個全新嘅生命。恭喜你，你內心嗰層堅硬嘅殼已經被打破，心靈重啟工程而家正式啟動咗。為咗確認呢個新嘅開始，請而家就到留言區打低呢幾個字：主賜我一顆新心。等呢個行動成為你今日嘅公開宣告。唔好忘記你今日嘅回家作業。今晚瞓前確實執行步驟4嘅睡前盤點，寫低嗰3個瞬間。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正感到崩潰，對生活失去熱情，請將呢段影片傳俾佢。